接下来看我们嘅专题报道，我们传统观念呢对生屯事业态度会无强样，我们可能会过欢喜嘅做生意，不过家家唔敢来谈论希望。那你现第二专生命关怀事业课，都有一只匹配的希望体验教室，学生嘅对头下要开始写遗作，到明啊到一个体育度方，还个参加自家嘅个配色，仲可以如何亲身来体验，所以安尼是得来体会。面对希望，我很用力的心情，也是得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。好，同学们，大家请坐。上课一种上向的，学生的白白从认真上课，先生用普通式的教学，先生们学生的大家讲到游来游去。不过上课堂夹到上课的内容，地台湾怕城市学校会安尼来讨论。每一个礼仪师，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必须要建立我们基本上的条件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怎么去协助人家？苗栗印第一专生命关怀事业课的安道学生的，心关头对目标就会做一个站调的礼仪师。伫学校做嚟讲，大课的主题都同生同事有关。不过是为下课转到不卡情形就都无强用的。从小我家是那种传统家庭，他们从不跟我们小孩子，也不跟大人谈论任何的死亡议题。他们觉得说这是一种很恐怖，然后忌讳的问题。我啊，就大家会常常安尼讨论讲安尼的事情，就跟我讲安尼。希望对亚洲和后生悠悠亚洲来讲，唔系讲唔得嘅话题。不过，系讲我自己接触希望经验，相关课本都好理念，让怕未东南体会到。安道先生就特别打造一个希望体验教室，为学生嘅自家来体验，希望来面对安道物界。因为我要做礼仪师，我当然去服务希望。人果实也希望迄乜嘅感觉，唔对啊！佢唔对，对你这个唔对，冇感觉，你做完了迄咩就，你讲咪西就看唔对。衣服穿起来，手机关震动。饭后龙年山跳下台戏，留心情并卡录像电话，梦等自家相片，一类类行业跳一站。看等荧幕红的纪录片，按到学生的老自家上做系就为19的癌症病人。用人当家就留心情转弯好，唔到底嘅冇做强就放放嘅。大家留自家看做剩几10分钟嘅就会做睇咧。看那亚头班人生，对自家亲表唔到心嘅亲戚朋友写下其亲想为同其讲嘅话，下定就系许多希望体验轻重要嘅部分。你的人生即将走向终点，也许你的心里有许多的愤怒，也许你的心里有许多的难过跟不舍，请你把你的遗照以及墓志铭放在你的棺木的最前面。看电读书同伴一类类艺术词片，天天的行业戏、名下戏就代表生命已经结束嘅。当你听到棺木缓缓地盖上，你的心里是不是会害怕呢？就算还有乜嘅卡到梦想，做钱都付唔出嚟。初动先前有乜嘅做菜冇做好，未冇机会嘅。死期等嘅等落去，就係冇強用嘅世界。你亚观察地图啊，其实长短短几分钟诶，你就会有一种直接面对希望感觉，你就会见面，人人生都带做乜事情，又还有乜事情係盲做诶，你就會對人生有冇強用思考，可能係想為做乜嘅。想我嘅朋友同我嘅家人，因為佢哋都愛我，都對我好，愛教我愛珍惜家人，然後不要浪費時間。等觀察表一個大塊來，大家看起來都有一道想法，就算是演出自家親密想愛留嘅話，這個同伴南向下有嘅新生命感覺。不過親密還會參加一場告別式，同頭擺自家共濟會。我會多把時間留給自己，
就是时间，把时间空出来，多和家人相处，和朋友相处，然后爱要及时，勇于孝顺他们，勇于的向我爱的人、爱我的人说出我爱你，谢谢你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李俊彦同学的告别式。那我想请问来参加的诸亲友，生前一定跟俊彦同学有很多相处过的过往。他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，他已经永远的躺在这个你所府的棺木里面了。按照正式的体验过程，最爱学生的实际行一转来感受面对死亡係乜嘅感覺。係講死亡唔係一個講唔得嘅話題，主做的用含納自然、輕鬆嘅方式來面對。对于生死这种不能开玩笑，但如果是在看电影啊、看动画那些，那就是开玩笑，那没有关系。但真正遇到的话，就要就是严肃一点的去面对它。如果没有死亡，就彰显不出生命的价值，对啊。所以 NEB 消极来讲，我用了处理死亡嘅部分；积极来讲，用了面对我活着的时候，用了好好的过日的，用了好好的体验了沙币的服务。我相信也係整个生死教育的一个轻重要一环。你并没有死亡，而且你还有机会，还有很长的人生可以去面对新的开始。好在強調對死亡看法，加上會影響一生人用嘅來面對生命。希望大部安尼課程為大家行下啲好些，大部分答案都愛認真來過。下個新聞已經有成咗，向你報道。